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逢場作戲的台語，台語安尼寫安尼講，拄長猛人，拄長猛人，伊是拄長猛人的，所以你嘛免傷過認真。伊佇生理場走跳真久咯，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，面對一寡奧客戶，伊攏是拄長猛人做表面的功夫。我是用真心咧對待這份感情，想袂到你竟然是拄長猛人，糟蹋我的真心。拄長猛人的拄長是恰好、湊巧、剛好的意思。若毋是拄長，互我看到，我實在唔敢相信伊會做出這種代誌。拄長嘛有相遇、遇到的意思。昨暝，阮佇戲院門口相拄長，原來阮攏去看同一出的電影。今仔日的台語字講逢場作戲，拄長猛人，實在真趣味。